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9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南台科技大学曾经2届得到经济部能源局颁发的节能节油杰出奖，上我伫该校办理的105年度节能节油观摩研讨会，除了展现校方积极研发新能源的应用技术，甲开发能源设施的成效，也就是培养学生对日常生活落实节能的观念。南台科技大学伫民国99年就曾经得到经济部能源局颁发的节能节油杰出奖，104年再次得到这项荣耀。这摆办理观摩研讨会，展现积极研发新能源应用技术，甲开发能源设施的成效。经济部能源局对此除了表达肯定，也希望该校会当成为其他大专院校的典范。借示范观摩会呢来的，其实我们看见这些节电有成的，都是我们教育体系的，不管是南台科技大学、朝阳科技大学，或者是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他们其实都是在我们教育界里面推展能源教育非常努力的学校，而且他们也以身作则，自己成为一个节能的典范跟精英。特别是南台科技大学，它从99年、102年到104年。都分别得到我们节约能源绩优奖的杰出奖跟优等奖。事实上，它也是我们节能的一个典范学校。那我们也期望，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节能的典范学校能够成为各界的典范以外，也希望这样子的典范能够扩散到各界，让我们台湾成为一个节能典范国家。校长表示，经过统计，该校103年比起102年省下了882万的费用，节省用电达到223.6万度，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900多吨。强调该校教育学子为生活习惯开始改变，在硬体设备以及研究面、制度面等等，拢朝向节能的目标迈进。节能减碳的这个工作呢，其实是一个国民道德。那我们在这个教育面上呢，在这个获奖的后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来教育我们的年轻朋友呢，要随手关灯，然后呢要能够节约能源。所以我们在各种设施上面呢，譬如说我们在研究面，我们对于这个太阳能还有节能的这个车辆的这个研究呢，我们学校是以这个有相当程度的这个绩效。那在这个制度上呢，我们宿舍他们在使用冷气的时候呢，我们是用这个卡片呢来控制，我们给一定点数的这个卡片。用完以后呢，他们就自己要去再买。那用不完的这个有剩下来的部分呢，我们把它折成现金呢，再退回给他们。所以呢，退回给他们呢，这个就有奖励。那如果呢，他们过度的使用呢，他们就要付出代价。我想像这样一个模式的教育是非常值得大家来推动的。该校除了伫104年以及102年分别得到节能节油杰出奖、甲优等奖以外，佮曾经得到101年度甲104年度节省用水节油单位的肯定，为学校节省大笔能源支出，降低经营成本。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迎接第10届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文化局伫9号下晡举办行政说明会，除了提醒接待友谊单位爱注意的代志，也希望透过历届的经验分享，做好国际团队交流的准备。每2档一摆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年已经迈入第10届。自举办以来，一直是台南地区级别性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局伫9号下晡举办行政说明会，邀请负责接待国际团体友谊单位参加，
透过在地家庭的特色活动，和各外边团体认识并且体验台南的在地文化。最感动人的就是我们的友谊家庭、友谊社区或是学校接待这些国际的团队，因为他们来这边表演，那除了把他们的精湛的民俗舞蹈或是音乐介绍给台湾的民众了解之外，其实我们更希望他们对我们这个城市或是对台湾这个文化，有所了解。所以其实只能透过在座的各位，在接待他们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对台湾、对台南的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有些朋友们都有接待这些团队，丰富的一个经验。你带他去割个稻，哇，他好高兴，了解我们的农耕的文化。你带他去寺庙去看一下我们的宗教文化，其实他也对我们台南的这些所谓的文化性的东西留下一些不一样的记忆啊。南面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年将在10月8号登场，期间有侪个国际民俗表演团体来演出，要让市民唔免出国，就当看到各国的艺术文化，相当看头。并透过友谊家庭的成立，为了照顾国际上的好朋友伫台南的生活以外，还当加深加国际友谊，提升台南国际能见度。电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嘉南药理大学接受市府委托办理职业训练专班，上午养生药膳料理班成员毕业，并展现因努力学习的成果。罗江局长也亲自到现场勉励，希望学员未来会当达到100%就业率。一道一道完成度100%药膳料理，看起来丰富又搁好食。这寡拢是养生药膳料理班的成员用心去做出来的养生料理。其中也阁有学员特别对台北来到嘉南药理科技大学学习，并利用厝内面开中药行的优势，要让中药变得更加亲民好食。妈妈为什么中药是这么苦？可是我们学了养生药膳，它把那个药膳跟我们的料理结合在一起，真的是把创出激发一个新的亮点。然后吃药不再是当作是苦药了，也不再是良药苦口，反而养生药膳真的很滋养又养颜，然后又美味又好吃。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养生药膳，你们大家都可以品尝看看。在这边的话，2个月的学习下来，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然后这边老师那个学校也提供了优良的师资，然后环境优美，然后设备完善。更重要的是，我也通过这一次的我们的中餐荤食的丙级证照，然后我又可以结合我家的中药，可以把它推广。以后的话，可以到府去服务养生药膳，为大家各位服务，谢谢。伫咧经过360点钟训练，这30名学生拢顺利毕业。伫咧成果发表现场，罗江局长也亲自来勉励大家，希望大家毕业了后会当创造100%的就业比率。很感谢老师，感谢学员能够有这么样的一个构想来。那当然，今天也有一个淡水来的，我就很高兴，我们这个班能够展演到北部去，北部的同学能够来这边学习，还是再次。但是我这边还是要鼓励所有的学员，这一次结训之后就业，刚才严主任所鼓励大家的，要达到100%。药膳料理职业训练班除了学煮食，同时授课的老师也设计了趣味的互动游戏。让学员会当一面耍一面了解中药的无共种类，让学习更加有效率。同时，也有学员已经考取职业证照，准备好要面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台南新闻网号采访报道。根据以下研究报告指出，地中海饮食会当有效降低慢性病的发生率，也会当保护血管以及避免基底衰退的状况发生。因此，营养师也大大推荐民众将地中海饮食习惯落实在生活当中。地中海料理的特色就是要有大量的蔬菜、全谷物杂粮的面包，和一顿当中所摄取的维生素、矿物质、热量以及纤维，都会当相当平均。而且爱用橄榄油去料理，和食物会当兼顾美味甲营养。
地中海饮食呢，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饮食。它的健康元素呢，包括了橄榄油，还有坚果，还有全谷类，这些呢都是对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主要呢，它是可以预防代谢症候群、预防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所以呢，在执行上呢是非常有效果的。所以呢，我们欢迎大家呢多享用地中海饮食。地中海料理不只是调整食物这么简单的概念，更必须爱回想环境、文化、经济的方向，运用在地食材，佮加入地中海饮食的特色，才会当每一天确实去执行，发挥伊的功效，保持身体健康。咱新闻网后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面对中秋月饼这个竞争的市场，台南一间烘焙老店今年特别推出油画酥来吸引消费者的眼光。内餡不但用油画豆沙甲麻糍搭配，才会着果香味，而且外表佮特别做成油画的造型，非常的特别。这一排一排油画造型的月饼，是台南烘焙老店伫顶礼拜才推出的新产品。为了让顾客有新的选择，特别将油画豆沙甲麻糍做成内餡。伫表皮的部分，则是加入抹茶粉，再做成油画的造型，相当符合中秋节的氛围。中秋应景的东西就是柚子嘛，然后那个搭配那个我们是饼店，然后做出那种柚子造型的感觉的那种月饼，让客人感觉说哦，那个中秋节的气氛会感觉说更浓厚，说可以吃到新鲜的柚子，又有那种饼的口感，哦，让人家感觉很奇特。然后那个造型方面呢，也是让它有个柚子跟那个柚子的一样的感觉，哦，就绿绿的，然后那种胖的那种外形。也蛮讨喜的，然后内馅就是有包一点那个 QQ 的麻糬，跟那个柚子皮加豆沙，这样子融合在一起。不过，这模样古水的油画月饼制作的过程，比起一般的月饼时间较高工，时间也爱加出一倍，大约爱4-5点钟的时间才会当完成。一推出就伫网络上引起真大的回响。销售今年刚开始推出，很多那种在脸书啊、我们的 FB 网站啊，就热烈的回应，就觉得很好奇。然后当然刚开始推出，大家都是以试吃，然后试着买看尝鲜的感觉去做。可是慢慢的那种吃完后回流的客人是很多。对啊，就觉得这样子的口感跟它的外形很讨喜，然后吃起来口感又感觉蛮不错的。这个油画酥无论是造型，也或是口味、口感，拢成功吸引消费者的眼光，也跳脱以往因对月饼口味的印象。柚子的口味很好吃，真的不错，很好。不会，刚刚好，清淡了，蛮好吃的，不会太甜。适中，刚刚好。不一样了，所以它比它吃一吃它不会那么干燥，也不会那么涩。
除了今年推出的创新月饼，业者也继续制作过去受到人客欢迎的月饼，参像这盒5型月饼，豆蚵仔、麻蚵豆丝、抹茶加蔓越莓5种色彩、5种口味，送互亲戚朋友是可食搁好看。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在中秋节食月饼、烘麦的同时，免不了会甲朋友做伙啉一点仔酒来欢度这个佳节。搭配这个节日，台南知名百货公司特别邀请日本3个县市带来当地经典的梅仔酒，希望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由中英大学应用日语科系带来充满日本味的舞蹈，也为百货公司的中秋美酒大赏活动开场。这次邀请到日本群马县水上町、滋贺县加和歌山县3个县市，带来当地用好水质制作的梅仔酒，希望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说这次他们带来的是群马当地所种植的梅子，然后而且在最北边，群马县最北边的水，他们的好水所做成的梅子酒，那希望各位可以好好的品尝。滋贺县呢，里面有一个日本最大的内陆湖叫那个琵琶湖。那琵琶湖它的支流非常的多，那他们的支流流下去的那个地下的浮流水非常的好。对，那他们是用那个浮流水加上他们的梅子，然后所做成的这个梅子酒，那非常的美味，请大家务必要品尝看看。日本和歌山县的南部梅仔产量占日本总产量的1半以上。这次带来的不但有使用高品质梅仔制作的梅仔酒，而且其中一款更加入了白兰地，口味相当特别。他们的酒呢叫做永远的喜字科啊，这个字日文汉字里面没有，而且他们有得到 ITQI 的2015年的2颗星，对，然后非常非常的好喝。说他们的酒呢叫这个名字，那这个酒呢好喝到会让你喝下一口，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是乌梅酒。梅子酒吗的这种感觉，从和歌山的南部过来的，那他们的酒呢，这个是有加了那个白兰地的，非常的特别。活动期间，为9月9号开始到9月12号为止，只有短短4天的时间。当中佮安排梅仔酒试饮、寓意体验、带有奖竞答等等的活动，欢迎民众做伙来体验。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百货业者为着要欢庆美食街改装开幕周年，9号开始推出美味生活节，节节人气排队小食，拢会当用点数甲蓝山的介绍购买，互民众省钱，佮会当食好料。一推出马上就去排队领调。默默的排队领调，就是要抢到小限量佮磅公共的手扒鸡。成功3月新天地地下2楼的美食街，为了庆祝改装1周年，举办美味生活节来回馈消费者，结合节节人气的美食，推出点数加购活动。到好这天活动一开始就去大批领调前来排队。贵宾卡10点，然后加59块就可以换一只395的烤鸡，嘿。很划算。活动期间，除了手扒鸡以外，更推出节节超人气的美食，参像黑林饭、汉堡等等，只用点数10点加购39块到59块，会当享用到价值300块以上的排队美食。针对这次秋季购物节的期间，我们在这个档期期间的时候，我们有推出相关的优惠，那就是你只要持我们星光3月贵宾卡扣点数10点，可以以39元到59元可以购得相关的甜点或是一些小吃美食类商品。那我们的商品的话都是平日限时限量发售，那欢迎大家喜欢的话，就是可以莅临我们星光3月台南新天地 B2 参观选购。成功3月新天地美食生活节对9号开始，平时每一天拢限时限量的美食加优惠加购的介绍来买，要互消费者会当轻松购买，也提供在地人甲外地游客更较多样化饮食选择。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南联芭蕾舞团年度演出的主题舞蹈《心中性》，由来自欧美以及台湾的编舞者，将每个人心中的复杂情感转化做优美的姿势，并且呈现心中的信念。现在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
两名舞者用肢体语言表达出心中济济复杂的欢喜、悲伤、快乐、忧愁等等的情感。一部来自欧洲、美国以及台湾的编舞者共同讨论、共同编排的舞马《心中信》，除了表达出人内心的感情，也希望传达出心中的信念。只要用生命的热情去奋斗，一定有成功的一天。兰陵芭蕾舞团2016的演出主题是心中信，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总是会有一封寄不出去的信，这个信可能是关于爱情的，也可能是亲情，也可能是友情。我们透过舞蹈来把它传递出来。那第二个想法是我们心中所相信的一定会达成，那这是一个坚定的信念。那我们也是用舞蹈的方式去表达出来这个坚定的想法。那在今年的演出里面呢，我们邀请欧洲、美国的老师，他们来在这个主题里面去做发想，还有我们舞团的青年舞者，所以会看到欧洲、美洲，还有我们台湾的不同的世代的编舞者，他们对一个主题，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跟观点。用舞蹈传达情感，用舞蹈表达信念。心中信这出戏也表达出舞团长期培养专业在地舞者的成果，希望透过好的作品，增加在地表演艺术的能见度。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最近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9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阿珊，咱再会。Bye.